产业新尖兵示范计划，其中的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25日上午来到中嘉宽屏双子星电视台参访。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春也特别出面热情接待，并为学生安排了媒体视读宣导、配音训练以及主播报新闻体验等。大家好，我是吴崇伟，欢迎收看星期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立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向劳动部发展署申请计划，办理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学员于今日前往中嘉宽屏三逛王双子星办公大楼进行摄影棚参访，体验主播播报、学习行销及媒体视读等课程，培养一技之长。真侪学员因为拢是第一次来到电视台，除了对一切拢感觉到新鲜趣味以外，也拢真欢喜会当有这次难得学习机会。这是第一次来到中嘉地方新闻这个摄影棚的现场啊，自己体验了主播报道，才知道原来主播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因为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也站姿跟讲话都会不协调。我觉得是训练台风对，还有自己怎么口条要怎么讲啊，然后如何展现自己的自信，我觉得这是相对重要的。课程安排就很有趣，很新奇啊，就没有试过，就是在那个主播台讲话，然后配音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哦，他们真的很厉害。从一开始的对于镜头的预设和害怕，到后来的一个真的上去的一个勇气的突破，让我觉得就是面对镜头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个觉得自己在未来的曝光方式上又多了一个选择。负责该计划课程规划晋升升级技术总监王丽婷表示，透过这次的参访，希望学员会当将美学技术跟媒体行销做结合，未来会当运用到职业生涯当中。那新媒体这样的课程呢，是带给我们学生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不以后他未来在就创业要做电商，或者说做一些我们的行销的部分，他可以把它规划在媒体里面，让他们知道从很多的媒体可以自我推荐自己的专业的能力，那可以推荐自己，让自己在他们的未来的客群上面，也让客群对他有信心，说，你在企划的媒体里面可以懂怎么做行销。那最近我们产业新尖兵的行销的部分的课程，最主要是带给学生从媒体到行销到企划到主播，能够从头到尾可以自己自销自己的技术，还有他自己的专长。劳动部高屏澎东分署产业新尖兵示范计划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伫咧10月27日正式启动。整整2个月课程，为学员安排了科技美容、仪器操作、升级产品、媒体行销等学习，希望会当帮助少年的朋友学习到一技之长。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